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5月23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有3一贯道的道亲去中国，结果无缘无故就去互中国限制人身自由。中华有一个查甫人骑独驶车向向失控，去弄电火条啊，甲火锅店，造成2个人死亡。天气小热，10月关市发布降温资讯，后一阵黄霜雨的方面是按算后礼拜5就会瓦紧。新闻头起先来看中华，昨暗有一个查甫人驶火车，结果煞向失控，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甲火锅店，造成2个人死亡。一个驶车的查甫人做喙烂快胎是阳性，确定是骑独驶车，当场就互警察抓走。半暝一台货车突然失控，弄伫路边的电火条啊，甲火锅店。店头准备要休困80岁姓林老先生，一家伙仔3个人等伫门口咧抬杠，直接轰隆着造成2死1伤的悲剧。有一部分撕裂伤，因为80岁的伤者呼吸脉搏皆较为弱。途中转为欧卡。代志发生伫2日暗9点外，地点位伫彰化市中南路3段。姓林的老先生甲56岁大查某囝轰隆，头受伤当场无喘过心跳，送医急救双双宣告死亡。69岁姓黄的日后倒骹骨头支去。3个人迄暗时来到县场第2竞赛开的火锅店抬杠。压碎的货车车头有明显的火架，48岁姓李的驾驶卡伫驾驶座，消防人员破坏车门救出。毒品喙烂快胎阳性反应，互警员当场逮捕。那个叫人毒驾，就是毒驾，然后整个人都是很恍神啊，都整个人都不知道怎样啊呢。毒品脱衣快筛阳性反应本分局立即将驾驶人以现行犯逮捕，调查后将依涉嫌违反刑法第185之3条公共危险毒驾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这是伫这个月测试中华路桥2死2伤车祸了后，彰化市单过第2件度假重大交通事故。确实惹事的原因也有待调查，警方后手就姓李的驾驶以刑法公共危险毒驾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又搁传出有1贯道的道亲去中国，结果互人拘留的代志。海基会表示，有3位道亲去中国，结果煞无缘无故就去互当局限制人身自由，而且为2019年到今，是已经有19个台湾人拢因为宗教因素，伫咧中国互人拘禁。还有台湾1贯道信徒去中国互拘禁，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指出，有3位道亲分别去福建广东，煞互对方以不明理由限制人身自由。中国也无向咱沟通破。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23出席活动，也做出回应。目前还是在拘留中嘛，那我们也希望说，对面不要再对我们1贯道的道亲做出这样无理的拘禁，就是收捕。在中共眼里看来，所谓的1贯道，在他们看来就是邪教。根据海基会统计，自2019年到今，累计有17个个案，有19个咱国民众因为宗教的原因，定着国防拘禁。关于1贯道上济有13案14人。对此，刘文杰事件，1贯道互中国看作是邪教，海基会也呼吁1贯道信徒唔通去中国。中国对于言论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宗教的自由都有很多的限制。每个地区都有它特殊的文化跟宗教习惯，出国交流旅游、入境随俗非常的重要。海基会的当务之急是可以尽快的透过管道了解这3位道亲遭到拘留的原因。李干受呼吁政府赔偿咱国民众互拘禁的原因，尽速协助因转来。5派也认为中国执法不稳定，会发生无法度预期的风险。只要说他认为有一点风吹草动，尤其是像宗教这样子，有可能会对于他共产党的统治带来相当程度的一个权威的动摇的活动，他就会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学者观察，中共反对宗教同权群体的能力，恐惊颠覆政权，所以长期以来打压迫害宗教的自由，救出中国政权。记者综合报道。
换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天气烧热，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0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尤其是台南，可能会连续3天拢会热到38度。也若后一阵黄霜雨的方面是按算后礼拜5就来wat近。不过有专家是讲，即届方面，这雪冻的速度有较紧，这雨势是一阵一阵，袂落上久。日头赤炎炎，感受真烧热。台北市早起10点外，高温已经35度，新北市更高温36度。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各地天气烧热。台南县有小雨发生的几率，台南、屏东拢有38度高温以上发生的几率。未来一礼拜天气就热天。在星期4之前都是相当的高温而炎热，特别是在下礼拜2、礼拜3这2天呢，温度是最高的。各地继续高温烧热，尤其南部内陆甲大台北、华东、创国高温有37度以上，一直到29方面瓦近，天气才会开始无稳定。到时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其他的地区也有零散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专家指出，这波黄霜方面移动速度紧，刷落来6月初3会有过一波黄霜方面。目前看起来，这2波锋面的影响，其实它的滞留性相对是比较差啦，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移动快的这个锋面。专家也提醒，后礼拜起，菲律宾东方外海附近热带系统有发展做风态趋势，有测路线会往乌克兰华群岛方向刷动，目前对台湾无直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新北进前发生校园挂暗棍案，造成1个高中生死亡，也这另2个涉案的未成年是分别互判12年，各有11年，外界是质疑判伤轻。司法院昨是通过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修正草案，按算要来提悬这假释的条件。另外，这少年犯若是要注销前科的记录，就要经过法院的同意。新北的校园挂红棍案造成现有高中生死亡，涉过少年甲适龄少女各方判刑12年、11年，引起刑度伤轻、假释简单的讨论。司法院经过长时间的研究，通过少年事件处理法的修正草案。修正的重点集中在被害人的定数保障、假释处遇制度甲前案记录撤销。被害人死亡后，家属非常重大的创伤难以恢复，必须平衡被害人的权益，开启了让法官接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亲属来申请诉讼参加。修正内容中，致人于死也是同伤案件，修正做被害人会当参与诉讼，校定定述意见，不过未当进行交付结论。假释制度变吉祥，若是调工犯罪致人死亡，也是判刑10年以上，假释由执行超过1/3，改做1/2。我是觉得至少这个有进步了，其他的可能我觉得还不够。我觉得不止提高到1/2，这种的杀人的理论上应该是不得假释吧？杀人可以假释，我觉得不行吧？我们还是会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再调整的空间，因为现行的状态下，我们还是觉得过度保护少年。那修正之后，我们是真的很希望能为受害者家属再争取更多的东西。另外，建立分级撤销制度上，少年撤销前案记录，要经过法院裁准同意。这挂重大改革，司法院会尽速函请行政院会函，送立法院审议，希望会当尽速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起造航空城有一寡住户因为配合工程，就要来搬厝。政府答应讲会提供因补助，互因先有住的所在，结果甲原本的厝拆掉。不过即马煞因为欠工、欠原料等等的原因，这工程就要来延后。这些住户就要求政府爱照拼照行，补助的期限嘛爱对咧延后。航空城工程是一直伫进行，不过因为大环境欠工人、欠了解各项因素，拆迁线的期限延后到今年12月。看到这个拆迁线的期限真紧迫。航空城拆迁户台行政院长杜英泰参加通车典礼，大动作来抗议，要求政府按照进前所讲的先兴建了后才迁线，加今年6月底加速开发15%奖励金，也有年底最后搬迁50%补偿金，期限来延后1年。2年前就要交了，可是延到去年才给我们，你看我们哪得盖得起来呀？希望说他们奖励可以往后延，就对。对啊，叫我们6月底要搬，我们要搬去哪里？我们要在外面打地铺吗？你要把我们6月底15%的钱收到回去，
啊，不过来我115年12月底起收到的去，那你说我们用什么钱盖房子？到今年5月，桃园航空城机场园区也有附近地区区段征收案，征收范围内底，依然有1682栋建筑物也未拆迁线，属有安置土地、安置户有668栋，其中伫第三跑道范围内底是有297栋。奖励民众的部分啊，只要不影响到我们的区段征收工程，包括第三跑道的集成，后续的执行方式我们会持续来针对民众的权利跟想法来积极的回应跟应应。后续这个我们会在政府先建后建政策下，我们跟桃园市政府这边为这个整个政策目的跟协助这个居民能够顺利安置搬迁这样的立场下，持续来推动。基于成型建了迁线的原则，地震局讲对着安置户，希望6月底进前完成建筑物拆迁线，才好到领出配合加速开发奖励金的期限点延。市府后续会特别影响第三跑道区段征收工程，也有拄价地点高在基层的条件 A， 兼顾补助政策目的，也有协助民众顺利安置入场。有春秋来检讨一平方式，并且甲交通部密切沟通甲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竹山的社寮国中去美国参加今年的风力能源世界比赛，伫国中开放风机组摕到冠军。因返来台湾了后，嘛随去指南宫拜拜，感谢土地公保庇。因来在地乡亲嘛是放炮啊来欢迎这阵世界冠军。用炮声欢迎摕到世界冠军的社寮国中同学韩老师。这阵台湾之光透早落无人机随到竹山指南宫来感谢土地公土地婆，嘛感谢庙方行各界的赞助费用。当地乡亲大家嘛拢感觉真光荣。看到这么多的乡亲这样子，以前心情跟反应又是怎么样的？我吓到，感觉很开心，然后很不真实，觉得自己办到的很厉害。在囡仔拢真上进他们去学习，真的再没有想到说。这么偏僻的乡下的国中生，会当得到全世界冠军。南投竹山的社寮国中，顶日去美国的威斯康辛州参加2026年气味的风力能源世界赛，摕到国中开放风机组世界冠军。老师讲，在美国比赛过程中，其实嘛有拄到困难。头起先因的风吹链啊坐袂起来，原因是美国的风速慢较多，学生赶紧换气啊，真紧就互枫叶啊转起来。伫美国遐的风较细港，阮的枫叶啊拢转袂起来。敢若这改变甲这调整，阮着开半工的时间，全部的老师家长拢袂当动手帮忙，全部还有囡仔家己去做。带队的老师讲，虽然正式比赛和练习有小可无共，毋过学生表现真稳定，摕到冠军是大家日常的累积。这个气味的风力能源世界赛。今年有125队参加，摕到世界冠军，嘛，互世界看到台湾科技教育的实力。咱总统府第一时间嘛发出贺电恭喜，嘛显示着对这个比赛的看重。记者安秀南投报道。今年全国新庄运动会游水比赛伫咧今仔日起过咯。新竹市的代表李玉玲，伊伫咧女子组100公尺掠高游，以1分02秒72摕到金牌，伊嘛超过家己顶一回纪录。跳台边的丁河转水市顶，跳将女子100公尺自由式第一组选手跳入去水内，大力游出去。第4水道是代表新竹市的17岁小将李玉玲，50公尺首先来洗额头。第4水道的艺玲，去年也有跟挺佑一起去参加东京的挺奥会。李玉玲自头至尾受头前到终点1分02秒72，看家己2年前创下1分4秒46的大会纪录，摕下金牌。平常比赛的专项是以那个中长距离还有混合式都练，然后以这样的训练为主。然后这是那个准备全障域，就针对短距离做比较多的训练，然后也有增加一些冲刺的技巧。你家摕第1面金牌，这摆也报11项。李玉玲坦白讲有点仔压力，不过伊完真享受比赛。一路陪伴的妈妈讲，查某囝拄开始是陪哥哥去游水，不过找到成就感就继续落去了。也不能说是辛苦，但我觉得很开心，他都会跟我分享一些，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当中去找寻他的一些兴趣或他的一个困难，我们可以共同面对，然后陪伴他一起解决。我的目标是继续突破自己的成绩，然后希望在全中运也可以就是拿到名次。
肢体障碍男子 S5 100公尺自由式决赛，第7水道是代表平湖县的林玉淑，出示道无手骨，是 S6加 S5级勇士加自由式全国纪录保持人，捌做摆参加帕拉国际赛，最后以1分35秒51打破大会纪录，夺得金牌。也全场运的游泳项目，因为全场别也有全场级别分做100外小项的比赛，一个选手上最使报名11项。虽然对身体甲心理考验不哩大，不过因要修出自我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菲律宾的一间教堂内底发现马尼拉闽南人社区受洗和死亡记录的文献，这是300-400年前的资料，是真重要的文献。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也准备要甲国外专家学者做伙来考古重建这段历史。详细看这珍贵的文献，这是伫菲律宾一座教堂内底，互神父无意中发现的资料，内底记录着上万个海外华人伫马尼拉的生活分量。这个受洗部里面留下的珍贵的资料，大概在1730年代我们看到好一批的安亥人应该是念王亥的人这个王亥的人其实就是专诸的人，他们整批的移民到马尼拉去，而且他们受洗了。所以跟台湾的移民史一对照，哎呀，刚好 match， 两者相符合。就是漳州人先17世纪来，关鸠林大概泉州人18世纪来，所以这个材料呢，给予了我们很多去反映、去理解台湾移民的历史的过程。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也准备甲国外学者做伙重建这段历史。拜五也举办国际会议，邀请西班牙、菲律宾、美国、日本等等国家的学者来交流。Very important documents have been revealed in San Marco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 and very important also to the history of course, of the Philippines. I think that we must be ver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and new and the revealing of new documents, both in Manila, perhaps in Spain, who knows, or even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year, there's a big conference on the Spanish coming to Taiwan 400 years ago. And so that dictionary that we have found is a crucial evidence of the work between the Spaniards, the Filipinos, and Taiwan. 清大研究团队指出，这摆活动的重点除了西班牙、甲台湾国际学术检讨以外，也针对文献保存、修复所谓典藏落去研究。跨国文献保存关系到几来单位的协调，正式的合作听书，佮需要各方面的推进。研究的过程后续也会甲大家分享。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最近有游客伫垦丁国家公园的海坪发现有人咧掠海胆、五鸟贝等等的生物，警方接到通报了后，是已经甲人掠走上班，嘛依照违反国家公园法来甲处罚。秋田就向海波，警方发现炸地下街查甫人行为是真可疑。你在那边干嘛？捡可雷啊！捡可雷啊！系啊，这袂使捡可雷啊！原来这个人，互游客看到暗时出现伫后壁湖大光沙堡的海波，也佮敢若伫捡掠水中生物，赶紧来报警察。接获民众检举，在垦丁国家公园保护区内有人捕抓海螺，本大队随即派员前往查缉，发现民众正捕捉海螺及海胆等海洋生物。警察对这查某人随身所在地下内底发现海胆、五鸟贝，也佮可雷啊这的海洋生物，有是甲伊移送法办。当地民众有时候他们还是会想说，他们以前都可以去捕捉那个鱼类啦，或是捡拾贝类来利用。那我们有一直在宣导，但是还是有极少数的民众会这样。昆管处讲，这查甫人是当地人，已经依照违反国家公园法改发，并且将这查甫人所采挖的生物放伫原来所在，也强调国家公园内底任何生物拢袂使采挖，除了继续宣导，也甲当地之间密切联络，强化通报，也有防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为了保护珍贵的海洋生态，伫咧平湖有一群少年人透过艺术、透过观光来推广环境保育的观念，嘛希望互愈侪人来看到海洋的水。暗时7点半，大家台青春仔的梦，做伙来看因是安怎用行动来守护平湖迄片蓝色的海洋。
湾区偏湖的陈文婷是海参馆的畅水饲养员，伊若经营海洋观光，嘛投入珊瑚甲环境的保育，希望透过海底生态旅游，互更较侪人重新看到海洋的生命力。不过，自然环境甲人为介入之间，倒一个才是真正对海洋好的方式，嘛才做伊一直咧思考甲面对的问题。安怎是对环境好的？阮用阮家己的方式去试看卖，边学边看边做，了甲种苗厂合作，所以就开始有投放砖啊，或者是富裕啊，或是放黑卡菇，嘿。阿北要来玩哦！你们会坐游览车来对不对？会。海漂是颜色的艺术家，底设计用捡来海洋废弃物转化做艺术创作，把污染变作是互人重新思考的媒介。伊甲创办人邓彩玲透过市集、展览甲活动，希望互更较侪人理解保护环境，毋但是口号。咱咧做的迄个海废的创作，其实放在就是厝内底，其实是会使足水的，嘛是会使用的。像我这次是主办单位，我就是提供租的餐具给大家，就是我们快乐的时候，不一定也要制造麻烦给大自然。为清理海沙堡到创作，为研究到教育，有愈来愈侪人用不同方式守护这片海洋的未来。安怎以和平湖这片美丽的海洋，毋但是专家的责任，更加是社会大众需要重视的课题，才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偏湖海洋永续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的部分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是为29度到35度。外岛地区是为26度到30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